山寨美國國會，中文招牌笑爆嘴。江蘇華西村出晒名富貴，每戶現金都有過600萬人仔。上個禮拜六慶祝建村50週年，使咗30億，起咗一棟超5星嘅酒店啊！仲整咗隻1噸重嘅金牛，認真夠豪。但估唔到竟然有鋪抄襲癮喎。法國凱旋門、悉尼歌劇院、美國國會山莊，唔止外國啊，仲連內地嘅景點，好似揚州五亭橋、長城、天安門，全部都 copy。華西村當局就話，咁樣做係想令村民就算足不出戶都可以欣賞中外名勝，同埋搞旺旅遊業，想搞大型版感受中華，冇問題，但唔該專業少少啊！美國國會大廈竟然用中文寫，真係笑鬼死人啦！